誒，撳咗撳咗。計時咧？未計喎。撳咗啊！你開得㗎啦。開波啊！10分鐘唔係15咩？哦，好啦。 ！OK，大會係佢嘅。自己人。重置 OK。哇！又一球，3-0。唔俾高位啊！豬豬你打乜瓜喂？洋菜。哇！曳啊！呢啲要裁啊！呢啲要裁咗佢。哇！小心小心！哎呦！哎呦！冇事，繼續。繼續。有啊，3分。3平。會。5-3。冇計中球嘅。5平。互平。哇！轉身就掹。我用呢招先。咩啊？我用呢招先，唔使入唔入。可以啊，唔入都係滴落喺度嘅啫。入去好波。攞板啊！冇。我以為又拔咗添。哎呦！有8-7。5
5分半鐘。98，打得好緊啊！一人一球啊！出嚟啊！出嚟啊！打晒，慢啲！哎呀！揾一下波咪得，叫唔揾啲。把啊！揾一下啊嘛！個位唔靚，揾一下。我哋誠信。真係波跌唔到翻嚟，你可以睇片之後。好晒我點樣？燈會11-8，踩住個中距離啊！佢嗰踩住中距離。等下。嗰陣時劉俊波老閪屌射中距離。射中距離冇問題，有問題咩？佢話呢個係非常之效率低嘅得分方法。佢話後一步就係3分線，入一步就上籃。點解要射中距離？但中距離好撚勁嘅喎。唔知喎，佢係咁講。佢話中距離係得分效率最低嘅。即係唔係？就上幫忙嘅呢個係。我呢啲有錄咗。我唔係話劉 X 幫。劉邦。阿咪嬲。佢講啊，呢個嘢係佢講，但係我唔知佢有冇轉咗啦。佢講嘅呢個嘢。中距離我又唔覺得，即係唔係 long two 咯？射 long two 係冇乜用 ，long two 不如射3分。就係 long two 咯，就係 long two 咯。你中距離唔係就係 long two 咯？但係我理解係3分線同埋禁區中間。咁嗰啲唔叫中距離啊，嗰啲其實拋頭又唔算唔算中距離？譬如嗰啲已經籃底位。就係罰球線嗰啲位都唔算中距離啊！罰球線啊，跟住。我覺得唔算喎，我覺得中距離係嗰個喎，係禁區以外嘅位置先。禁區以外咯，唔係禁區以外，禁區同底線3分個中間咯。禁區，即係個中間嗰度咯。咁咪 long two 咯？嗰啲叫 long two 咩？嗰啲叫 long two。嗰啲叫射2分喎。喂，即係你講緊底線入去嗰啲外邊嗰啲位啊嘛。係啊。嗱，嗰啲 long two 嚟嘛。其實我其實差唔多嘅。10-30啊！哇！哎呀！哎呦！還3個。A 波。話你。仲有幾耐？1分37秒。分半鐘啊！哎呀！雙手入俾個人。喂，搞掂！哎呦！good 啲啊呢球！即刻還翻球喎！仲係10-30。攰啊！40秒。到13平。30秒，最後3秒。睇打成功率啦！
20秒。13、14、12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別別。 13平。又平。